今啊，继续来看政府推出的各项纾困的方案。今仔日开放申请的是，伫职业工会投保的计薪的自营业者，一个人1个月1万块，会当领3个月，等于是领3万块。全国符合申请条件有133万5千人。你今天就要办这个而已吗？总算完成申请手续啊，就等政府发放的3万块。 不无小补嘛，在这个这么艰困的时候，各行各业都失业啊，然后都挤进这个平台。受到疫情的冲击，各行各业生意歹做，对着基薪的自营业者，只要伫3月31日进前，有伫职业工会投保，投保薪资伫2万4以下。另外，2007年的个人综合所得税无达到扣税的标准，就会使准备存款簿的影本到工会填写申请书。 大约是7天到14天，都会当领到3万块的纾困补助。加减啊，既然政府有补助就呢，不然也没办法啊。在我们工会投保2万4以下的这一群劳工，大概是有3000多人，大概在我们工会的比例大概有1半左右。开放申请的第一天，不管是外送员、客运驾驶、环保回收业者等等，但工拢真关心。 估计占全国133.5万人符合申请条件，是毋是要扩大到其他的对象？劳动部讲，还阁需要建议。